趁住少少時間幾分鐘，我想話俾你聽咧，市面上好多 agent 啊嚇，佢哋都會用一啲好有針對性嘅方法 hack 嗰個演算法，等你可以喺呢個生意上邊，喺你哋嘅個人嘅品牌上面咧，會好短時間有增長。佢哋通常會教你就係你哋唔好咁樣影啲食物相啊，因為咁樣影嘅食物相咧係冇價值冇內容，佢會跌咗落一個叫做營銷嘅陷阱。的而且確佢哋所教你、所幫你嘅係好短時間可以有快速嘅增長、人數嘅增長、爆炸性嘅升幅。不過佢哋都係一個廣告公司，先俾一啲小甜頭你哋，佢真係幫到你，你就會好深信佢係真係幫到你，你就會好自然會依賴咗佢哋嘅做生意手法。不過呢，食物就放咩食物上，你嗰門生意係做緊啲乜嘢？佢哋只係一啲好冇靈魂嘅做法，一個 marketer 所俾你嘅 formula， 所有嘅 tricky 佢哋嘅 skill， 你係要學，你係要知。不過你再行後一步睇，其實你一喺 IG 喺 Flat 一登入，你係做緊你自己嘅個人品牌生意。每一日咧，你好用心咁放啲片上去，記錄你嘅人生。以我所知，應該冇乜人睇。我用電話或者好啲用相機咧，一定要加埋一支好好收音嘅咪，如果唔係真係走晒，因為一把聲唔好聽就已經離去。我哋要有配置啦，加埋你好有經驗、你專業嘅內容啦，其實已經將一個好靚嘅畫面擺咗上去呢個 social media 上邊。點解要影？因為生意唔係淨係賣嘢，生意係你賣緊一個理念，你嘅 emotional 係你嘅人。所以咧，做生意咧，我哋要知道咩叫 jobs to be done。觀眾唔係想知道你做緊乜，而係想揾到一個解決嘅方法。你嘅日常啦，可能就係佢哋嘅答案。只要你肯堅持 IG 又好 Flat 又好，持續將你嘅內容用片又好，用我之前上一條片嘅 AI 啦，跟住用幾張相執翻靚，你嘅生意唔係夢想嚟嘅，其實真係可以實行到。